大家好，歡迎收睇明報530。今日係6月3號嘅星期二，又有一間長者大廈出問題。呢間大廈要用210萬維修屋頂，於是加嗰啲長者管理費，每個月300到500蚊，為期5年。長者住客話：我哋買嘅係租住權，唔係業主，做乜屋頂維修關我哋事啊？原來而家係冇法例管嗰啲長者大廈㗎。講開長者，有位長者病危嘅時候，叫佢太太查下自己嘅人壽保險。保險公司話壽險係死咗之後俾嘅，點知佢過咗身之後，保險公司話佢嗰張保單過咗期，冇得俾啊！你係真係激死人啊！特朗普喺股市收市之後已經簽咗行政命令，星期三凌晨就將嗰啲鋼鋁關稅由25%增加到50%。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今日晏晝見完盧特尼克，一樣傾唔掂，加拿大冇得幸免啊！好多人問過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星期六、星期日冇530嘅？而家話俾大家聽，由今個禮拜六日，亦即係6月7號同8號開始，星期六530同星期日530會開播，啱開播，請大家多多捧下場，俾啲意見啦。唔知係咪天氣回暖？好人壞人都多咗出嚟走動，停車場搶車事件沉寂一輪之後，突然間又好似出現返。萬錦市發生一單企圖劫車案，持槍劫匪打傷遇劫司機。5月28號，即係上星期三晚大約10點，喺央街同 Glen Cameron Road 個商場停車場入面，一個司機準備上車嘅時候，突然有3個蒙面歹徒衝埋嚟，其中一個攞出支槍指住佢，拉佢落車，仲打傷佢。呢位司機攞住車匙轉身就走，唔理咁多先逃走。冇車匙，歹徒搶唔到車，唯有轉身跳上由第4個同黨揸住嘅一部深灰色車逃離現場。司機之後報警求助，好彩只係輕傷，冇大礙。警方話3個賊人係南亞裔，當時着住深色衫、戴口罩同埋手套。至於開車接應嗰位，暫時冇詳細資料。如果有市民當晚經過現場或者有線索，可以打電話俾約克區警方，電話係18668765423，內線6630。而家特朗普又話要加汽車關稅，又話加鋼鐵鋼鋁關稅，所以二手車價錢都貴晒，話唔定呢個夏天會多咗人出嚟搶車都未定，車主真係要小心為上。巴西原裝進口嘅野花牌綠蜂膠友情提示：當今社會血糖高、膽固醇高、甘油三酯高等因素造成嘅心腦血管疾病，成為危害健康嘅頭號殺手。野花牌綠蜂膠可以維護心血管健康，維持健康嘅膽固醇、甘油三酯同血糖指標，有效調節血糖血脂代謝。品質鑄造國際名牌，野花成就健康未來。野花牌綠蜂膠總代理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416-888-6868。近年市面多咗一啲長者大廈出售，呢啲長者大廈一般都係將終生租住權賣俾啲長者，而唔係賣業權。而長者對呢一樣嘢，佢哋都能夠接受。但係最近萬錦市有一間長者大廈，因為要用210萬維修屋頂，要加呢一類嘅長者租客管理費。有位長者嘅單位每個月要加400蚊，仲要加足5年。而家嘅問題係，長者住客話佢哋係租客，唔係業主，大廈維修應該係大業主負責㗎。但係大業主就話喺成交嘅時候係有規定呢樣嘢係住客負責嘅。而家可能牽涉到打官司，所以佢話佢唔方便講咁多。安省目前係冇法例管制終身租住權式嘅長者大廈，只有共管柏文係受到共管柏文法嘅監管，所以大家買呢一類大廈嘅時候就要留意合約嘅條文啦。而家引起爭拗嘅呢間長者大廈係萬錦市於仁村嘅 Wyndham Garden， 係由於仁村 Home Society 附屬嘅一間非牟利公司擁有並且營運嘅，為長者提供122個終身租住單位。Home Society 嘅首席執行官話：佢冇辦法就呢件事發表評論，因為呢個係涉及一場正在進行緊嘅法律爭議。但係有住戶話，佢之前講過已經諮詢過法律團隊，得出嚟嘅結論就係，住戶嘅租住協議裏邊係允許呢啲投資對房產嘅長期安全性
功能性同埋價值至關重要嘅時候，住戶要分攤資本費用。如果有居民拒絕支付相關費用，可能會導致嚴重後果。但係好多住客就話，佢哋當初係以低於市場業權嘅價錢買咗呢座大廈嘅終身租住權，直到佢哋百年歸老之後，租約先會終止。佢哋認為大廈嘅維修費用並唔包括喺當初嘅協議裏邊㗎。86歲嘅居民艾夫西沃老師話，佢接到通知，話由6月1號開始，佢嘅管理費每個月要加400蚊，為期5年。佢係喺2017年以大約40萬買咗佢而家嗰個2個睡房嘅終身租住單位。住戶話，屋頂維修總成本係210萬，費用係按照單位面積嚟分攤，每戶人每個月大約要加管理費300到500蚊之間，亦都可以一次過俾晒錢。66歲嘅林女士就話啦，我哋又唔係業主，住戶啫喎，大家每個月一直有向儲備基金交費㗎，而居住協議裏面係冇有關於資本維修嘅任何條款嘅。70歲嘅潘迪特，自從2019年以嚟，佢就一路住喺呢度。佢話佢好中意呢度嘅社區氛圍，但係佢對管理層喺屋頂維修問題上邊嘅溝通技巧就認為非常之差。佢話呢一項維修最早係喺2023年嘅一份報告裏邊提到㗎啦，但係住戶直到去今年2月先被正式通知，搞到大家而家要生活喺疲憊同埋恐懼裏邊。關鍵金 Athlon 5根治退化性類風濕關節炎、前列腺炎，活力 Power 16提高荷爾蒙，促進睡眠，增加骨質密度。詳情可電289-288-2888或到豐泰恒豐超市均有代售。安省癌症患者臨終前確認人壽保險索賠，喺佢身故後竟然遭到保險公司拒絕。經過遺孀據理力爭， Canada Life 最終同意全額支付25,000元理賠金。住喺安省東部嘅沙倫莫里斯 Sharon Morris 表示，佢老公阿力克斯 Alex 喺2023年12月確診末期重病，知道自己日子唔多。阿力克斯臨終前特別叮囑太太一定要向佢投保咗43年嘅 Canada Life， 確認保單仍然生效。莫里斯話，佢喺2024年1月打電話去查詢時，客服明確答佢，等老公過身後會獲得基礎人壽保險，連股息同埋一份25,000元嘅定期壽險全數賠償。點知阿力克斯喺2月25號病逝之後， Canada Life 竟然話嗰份25,000蚊嘅定期壽險其實喺佢過身前3個星期就已經到期，所以唔會賠。最後莫里斯只收到大約7,000蚊，即係基礎保險加股息嘅金額。佢哋當初明明話人一走就會賠，點知而家話保險早咗到期，如果我哋早啲知道，仲有機會補救。莫里斯強調，佢老公生前一直有繳保費，根本唔知道保險會失效。對於呢單索償糾紛， Canada Life 回應話，因為私隱問題唔方便評論個案詳情，但承認對呢個特別情況已經提供解決方案。經過協商之後， Canada Life 最後決定賠返成筆25,000元俾莫里斯。呢筆錢對我嚟講係維生用嘅，收到嗰刻真係鬆一口氣。莫里斯話，今次事件再次提醒大家，確認保單條款同埋理賠時效真係好重要。怡和電業5月春季新優惠，除咗繼續免運費及拆除舊機服務之外，5月底前購買各大品牌電器，更可獲得高達500蚊回贈。怡和電業信譽超住，電話416-754-3860，優惠受若干條件限制。今日凌晨，伯靈頓一間住宅發生一件離奇兇殺案，一共有2名男子死亡，1名女子輕傷，而其中1名男子身上有自殘性傷害。由於警方喺調查呢件案嘅時候，同其中1名男子發生過互動，所以事後安省特別調查組 SIU 介入調查。
今朝早大約0時30分，河頓區警方接到多個嚟自伯靈頓 Cornerstone Drive 嘅911報警電話，話發生不明嘅滋擾事件。警員趕到現場，一名男子喺屋裏面逃跑上樓，當時呢個男子身上有自殘性傷害，警員立即對佢施行急救，並召喚救護人員到場。救護人員到場之後，證實呢個28歲男子已經死去。警員喺屋內仲發現另一個已經死咗嘅男子。一名女子因受輕傷被送往醫院。警方表示，呢件係一宗獨立事件，對公眾安全唔構成威脅。我係亞佳淨水 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可以加速身體嘅新陳代謝，排除毒素。記得飲足夠同乾淨嘅水，首選一定係亞佳淨水。白宮發言人萊維特今日晏晝話，特朗普會喺聽日6/4簽署行政命令，將進口鋼鋁關稅提升上去50%。因為特朗普已經向鋼鐵工人承諾會提高鋼鋁關稅，佢要實現佢嘅承諾。被問到增加關稅嘅法律依據嘅時候，佢回答話，總統係有權簽署行政命令，保護美國貿易逆差嘅擴大㗎。而安省省長福特今日亦都同美國駐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會面，會後佢話雙方同意就美加貿易嘅緊張關係降低一下而家嘅對抗語調。對於特朗普話由聽日開始調高進口鋼鋁關稅，由25%升到50%，福特話佢會喺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去美國商討之後，再同各省省長同埋地區首長進一步商談，然後先可以決定安省下一步點樣應對。不過據最新嘅消息話，勒布朗見完盧特尼克之後，似乎傾唔掂啊。對於將美國酒重新喺安省酒鋪上架嘅問題，福特話好易啫，美國唔收我哋關稅，美國酒即刻可以重新上架。被問到再三押後嘅艾靈頓跨城線通車日期，福特話未來幾個禮拜佢會將個系統交俾多倫多公車局，實際通車日期要等公車局完成試車先知㗎，佢而家都話唔定㗎。算啦，大家都等咗10幾年咯，臨尾無謂急，因為你急佢唔會急㗎，連鬧都冇用，何況急呢？為咗心愛嘅你，我會造手飛船，越過天際，攀上雲端，喺稀薄嘅大氣中平息前行。我要遠征太陽，去偷取烈焰，贈一束永恆之光，然後將呢道希望曙光交喺你手，等我哋一家人迎接璀璨明天。加拿大總理卡尼話，加拿大政府正係同中國政府進行部長級嘅接觸，並且會繼續進行討論，希望中國能夠取消對加拿大農產同埋海產徵收嘅關稅。卡尼話呢方面嘅關稅對加拿大嚟講係最重要嘅事項。琴日喺沙斯卡通同各省省長同埋地區首長開會之後，卡尼話各省省長都希望加拿大同中國嘅貿易關係得到改善。喺渥太華對中國電動汽車、鋼鐵同埋鋁材徵收關稅之後，中國政府對加拿大嘅菜籽油同埋菜粕、豌豆同埋海產就徵收咗報復性關稅。加拿大西部嘅一啲農民話，自由黨政府係應該考慮取消對中國電動汽車嘅關稅，嚟鼓勵中國政府取消翻對加拿大農產品嘅關稅。佢哋又認為聯邦政府應該向貿易戰而蒙受經濟損失嘅生產商提供資助。2024年，加拿大向中國出口咗價值9億2千萬嘅菜籽粕同埋價值2100萬嘅菜籽油。海產行業人士亦都話，加中關稅戰令到佢哋增加咗成本。中國係加拿大僅次於美國嘅第2大魚類同埋海產出口市場。舊年加拿大有13億嘅海產係輸去中國㗎。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可以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都可以上門洽談。電話查詢647-533-3888或者416-495-6888，或者上 Google 搜索多倫多長城拍賣行。
上週530報道過，萬錦市街頭試行用機械人送外賣嘅消息。今日萬錦市府發咗個電郵話俾我哋聽，機械人送外賣服務係喺今年3月至4月期間進行咗為期2個星期嘅試驗。目前外賣機械人已經完成喺萬錦市嘅試驗，暫時未有消息會喺其他地方推廣。第一排巴西陸豐膠由最著名、現代化、有實力嘅巴西陸豐膠大廠製造，亦係巴西政府唯一指定國家專用嘅陸豐膠，預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提高免疫力，效果顯著，全球供應。第一排巴西陸豐膠現於各城興海味買3送1，免郵費寄中國。而家同大家報道幾則新聞快訊。加拿大山火產生嘅濃煙已經漂洋過海，越過大西洋，飄咗去歐洲。預計今個星期歐洲都會繼續受到影響。歐洲哥白尼大氣監測服務中心今日報告話，第一波濃煙喺5月18號已經影響咗地中海地區，更大一股煙就喺6月1號飄到歐洲西北部。預計本週會有更多煙霧影響歐洲。雖然預料煙霧會令到歐洲個天變得朦朧，日落顏色變紅橙，但因為煙霧喺高空，預計對地面空氣質素影響唔大。除咗向東飄去歐洲，山火產生嘅煙霧仲向東南飄咗去加拿大其他地區，仲有美國中西部、北部地區，令部分地區空氣質素達到危險等級。而家唔知特朗普會唔會又話加拿大啲煙飄過嚟，所以又要加多啲關稅。根據加拿大山火資訊系統嘅數據，今年嘅山火已經燒咗成210萬公頃土地，有2萬人要撤離。加拿大輪胎公司 Canadian Tire 今日獲法庭批准收購哈德遜海灣公司 Hudson's Bay 嘅商標。法官認為，考慮到 Bay 而家面對嘅情況，呢單3000萬加元交易係最好嘅結果。今次交易代表加拿大輪胎可以攞到哈德遜海灣嘅商標同埋標誌性條紋設計，仲有旗下品牌公司嘅商標權，連埋 Sellers 經典廣告標語，最低價格係法律。聯邦政府將喺明日宣布一條綜合法案，用嚟打擊跨境有組織犯罪同洗黑錢活動，阻截芬太尼走私渠道，亦都會處理難民申請積壓問題。呢條法例叫強大邊界法案 （Strong Border Act），會修改關稅法、海洋法同其他有關法規，加強邊境執法人員、加拿大皇家騎警同移民官嘅權力，應對越嚟越嚴重嘅跨境犯罪。聯邦公共安全部長今日喺聲明入邊話，強大邊界法案會幫我哋打擊有組織犯罪，仲會賦予我哋邊境同執法機構更大權力同埋資源，保障我哋邊境安全，對加拿大同美國社區都有好處。我係 Audi Uptown 總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擁有安省至大嘅華人營業團隊 ，Audi Uptown 係你嘅首選。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係攝氏15度，聽日最高氣溫係攝氏27度。大多倫多地區聽日嘅普通無鉛汽油價格會升1仙，每公升133.9仙。警務處國安處拘捕一名35歲男子及4名20至38歲女子，涉及利用炸彈嚇詐宣揚港獨同台獨。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指，涉案嘅35歲中國籍男子，先後以電郵同社交媒體向警方發信息，內容涉及廢除港區國安法以及宣揚港獨同台獨，又提及準備引爆藏於中央駐港機構嘅炸彈，亦曾於上個月13號致電999熱線，指將於啟德體育園一次演唱會中引爆炸彈，藉以宣揚港獨同台獨。警方派員於體育園搜索後，並冇發現任何爆炸品，於琴日展開拘捕行動，拘捕5名涉案者。警方稱不便透露被捕者嘅背景，調查方向將包括被捕人士嘅政治立場以及有否同外國聯繫。李桂華指涉案男子報警嘅時候利用手機變聲器，其後將電話棄於海中，稍後將安排蛙人尋找電話。至於喺今日公布案件是否同6.4張字有關，李桂華指警方琴日展開拘捕行動，認為喺今日交代案情屬於適當時候。28歲女子蔡天鳳前年疑遭謀殺碎屍，佢嘅前夫鄺港智一家被捕，前家姑63歲嘅李瑞香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罪受審。
蔡天鳳嘅母親張燕花今日喺區院繼續接受辯方盤問嘅時候，稱李瑞香就鄺港智被調查一事打電話俾佢，但佢冇按對方嘅指示向警方講大話。張燕花指蔡天鳳喺同譚仔創辦人個仔結婚之後，每個月最少俾5萬蚊俾李瑞香照顧孫兒，而李因為有錢收，所以對孫兒都幾好。蔡天鳳失蹤後，佢揾李瑞香問蔡天鳳嘅下落，但對方對此並不關心，佢對此感到可疑。張燕花指李瑞香講過佢因為炒股票破產，而李瑞香只會喺有錢收嘅時候先照顧一對孫兒。張燕花稱蔡天鳳2015年起同譚仔創辦人個仔譚方俊喺一齊，之後蔡天鳳每個月俾錢俾李瑞香照顧孫兒，有時會俾10幾20萬，但最少都有5萬蚊，有時連同其他生活費在內，金額高達40萬。辯方問蔡天鳳同譚方俊結婚嘅時候向張支付咗幾多禮金，法官陳廣慈稱辯方嘅問題奇怪，而且同案情無關。法官指提問目的唔係套取一啲有啲人認為有興趣嘅資料。根據控方開案陳詞，譚方俊被指係蔡天鳳嘅伴侶。而案發時駐守西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嘅警員伍俊浩供稱，蔡天鳳嘅司機鄺港傑向佢提供母親李瑞香嘅電話。伍俊浩喺2023年2月22號分3次打電話俾李瑞香，但李瑞香一路都唔合作。多謝 John 啊，係啊，非常之榮幸啊，再一次喺呢度多謝我嘅唱片公司華納啦，合作過嘅台前幕後，同埋多謝有份投票有聽歌嘅富二代，係啊。攞完個最優秀嘅時候，好似唔係因為我以為 MC 會即係主持會有得佢接我嘅，咁我就一路等緊個 Q， 原來係冇嘅，原來已經俾我嗰啲時間係俾我發揮㗎啦，係啊。係咪攞慣攞實慣？其實唔係㗎，每一次攞完呢，就會有更加多嘅壓力，因為之後都要保持呢個產量啦，保持呢個質素啦，咁啊係一個好提醒自己嘅機會嚟嘅。滿唔滿意自己今年度嘅成績㗎？其實滿意嘅，相反而喺歌上面希望可以有多啲突破啦。